后来有当时感觉这痛遐痛，大部分的人拢会吞忍，想讲忍一个就过。但是长期忍痛，可能会互人变戆哦。讲大脑的老化会提早10年到来，这是台中营总上新的研究。很痛是不是？还有一边。囡仔跋倒真疼，伊治好，通常家长要求忍一下。大汉了后，上班压力大，生活无闲。若是头疼、腰酸背痛，大部分的人嘛是习惯忍一下。大概都会先忍耐这样子，如果不是很严重，先忍耐。会忍耐一阵子吧，然后如果还是很不舒服，然后要上班的话，就会吃止痛药。不过忍上久可能会变戆。台中营总研究，不管是头痛、风湿痛、关节痛，若是持续超过6个月，会互这大脑对痛过度敏感，引发着纤维肌痛症，致使这大脑萎缩，提早老化10档。甚至有些病患会说，他可能风吹到就会痛。除了处理疼痛本身之外呢，他也会就是处理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记忆力的部分，还有这个注意力的部分，所以。当这个就是疼痛一个长期的一个疼痛的一个刺激的时候呢，会造成就是大脑它在这个处理方面呢会出问题。医师提醒，长期的痛痛，唔通一再忍耐，赶紧就医，找出原因，避免痛久啊，加速大脑老化，记忆会愈来愈歹。